老天啊，老天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！没钱就赶紧走，别人腾位置，回去。我挠闺女莲香，押50两，行不行？啊！你居然拿你的亲生女儿做赌注，你这个做爹的也太狠心了吧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？还管我？你不好，大贼，你不好赌，你来赌场。让主子再玩会儿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是个扫把星。大爷，我没空陪你玩，别挡爷的道。贾老板，50两，50两。这里没人把你当皇上，你看，不光我把你当灾星，还有别人把你当灾星。现在把我当灾星，不一会儿就有人把我当救星。愿赌服输，来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大还是小？小。哎，买定离手了。啊，压着不归你。老子通杀！仙王，这骰子一定有问题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？我是火眼金睛，你一凡胎肉眼，当然看不出来。快，我们走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贾老板，咱们可都不是外人。贾老板，你放了我，放了我闺女。一个月，我肯定把钱还你，翻倍，翻倍。何三儿，愿赌服输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你的女儿留下来，什么时候你有钱了，再来赎你的女儿。把她拖出去！贾老板，我求你了，贾老板，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我这是开赌场的，不是开善堂的。滚！贾老板，走，且慢！贾老板，有何指教啊，这位公子？贾有才，你每次都摇出豹子，这个是怎么训练出来的？赌场赌的是手气，手气好的时候，一连开几手豹子是有的；手气不好的时候，连续输了10几20手，也是很正常的。风水轮流转，输赢无定数，对不对啊？没错，对。好，说的有道理。那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我这开赌场的，还不敢跟人赌吗？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假如你赢了，我给你100两；如果你输了，你给我50两。还有这个小妹妹，她是另外的50两，怎么样？这可不公平啊！这有什么不公平的？不都是100两吗？她现在是我的人，身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。她现在值100两。刚才不是2两，现在就100两。你也太会坐地起价了吧！莲香姑娘明明是以50两银子输给你。我们做生意的，自然是要赚钱。你赌还是不赌？我赌。好。哎呀，走！莲香，别动，打住点！我的赌注在这儿了，你的呢？怎么着？怕我没钱啊？有钱你就拿出来。有钱拿出来呀！拿出来呀！拿出来呀！借我点钱呗。哎呀，没钱不是吗？没钱。借钱可以，不过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赌完这一局就跟我回去。龙小弟，你这是落井下石啊！那我也是跟老大学。好，如此可笑也，我答应你，给我钱。快点儿！哦。这是我的赌注。100两，100两，这么多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检查一下骰子。切，检查就检查，我这儿从来不弄虚作假。还不错，没有问题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老天祝我这次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！啊，这管用吗？这个？对啊。
我压大。你压大，那我只能压小喽。小，我也压。买定离手。等一下，在你打开之前呢，我要先求一求神仙。这能赢吗？可以。老天啊，老天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。好了，你开吧。不许看。打！哎呦！他赢了！林香，老实起来，起来！林香，走。你们放开！林香，这100两你先拿着，回去给你娘看病。谢谢。还有你，让我再看见你赌博的话，小心我宰了你，知道吗？多谢这位爷，谢谢。林香，多谢这位爷，赶紧走吧。谢谢。走，谢谢。你呀，别来了。老大，你这一出英雄救美唱的，这莲香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。这回知道了吧？老大我比你有魅力多了。那是，我们老大的魅力是最大的，小弟我都快被你迷死了。老大，咱们回去吧。慢！哼！哎呦，这大赛，竟然敢用水银闪不良幻术，被他们给发现了，我们只能来硬的了。哟，朱老千啊！骰子是他给我的，你们找他。来，老大，慢着！罗小弟，我走了，失陪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呦，我就说嘛，小将花子敢偷我钱是吧？接回去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饶了我吧！我这兄弟们都饿得慌，才万般无奈做出这种勾当。大哥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大哥，你就饶了我吧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大爷，您兄弟好了。小五，我们都是流落在京城附近的灾民，已经好多日子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对呀，是啊，快饿死了，我也没吃饭，好久没吃粮食了，饿死了。行吧，你们跟我走吧。大哥，你这还要送我去见官？见官啊！我呀，请你们吃面去，走，走，走，吃面去了。慢点，还有呢，慢点吃啊，不着急啊。大哥哥，你真好。哎，可惜我身上没什么钱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请你们去对面这家酒楼吃饭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姓武，家里排行老六，叫我小武吧。小六也行。小武，我姓易，你以后叫我易大哥就行啊。小武代表兄弟们，多谢易大哥。哎，大家都别客气，从此以后啊，咱们就是兄弟了。快坐，快坐。您慢走，您慢走。好好吃。哎，这位小爷在这儿摆阔呢，请这些叫花子们吃面。你是谁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哎呀，大哥哥，这个老板姓钱，叫富贵，他呀平时最喜欢摆阔气，怎么样以？戏弄穷人为乐。最近啊，城里来了好些灾民，他就做了肉包子施舍，是吗？但是得跪下磕头叫他声爹，叫我一声他才能给一个。前几日他还想戏弄我们，被我们给骂回去了。没想到这不在这儿贺年大哥哥请我们吃面，他心里啊自然看着不舒服。哎呀，这一碗面能顶几个时辰？上我家酒楼，天天有热包子施舍。小五，你知道规矩，叫你们兄弟跪下给我磕个头，叫我声爹啊！钱富贵，我们这些叫花子，膝下也是有黄金的，我们宁可沿街乞讨，
也不可能跟你下跪。哎呦呵，叫我们这么多人给你做儿子，你也不怕折了寿？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哎哥，我和你也是一见如故，以后啊，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管来找我。当然了，咱们以后就是兄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平时啊最看不起那种有几个臭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奸商。你说谁奸商？哎，谁听着耳朵刺耳，谁就是奸商啊！我说你了吗？听着刺耳吗？那你就是奸商呗！哎，大家看啊，他这是不打自招了。你从哪个犄角旮旯里钻出来的？奸商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？你看他那样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这个小弟大人怎么又找来了？你在这请全城的叫花子吃面，一下就传开了，我听到就过来。你来也没用，你又不是叫花子，我不会请你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？你惹了祸，我帮你摆平了，你现在过河就拆桥啊？面都不请我吃一碗。没钱啊，没钱怎么请你啊？那我请你吃面总行了吧？行，不过你得到对面的酒楼请我。没问题。当然你不光请我，你得把我这些兄弟都带上。没问题，这么点人还能吃穷？兄弟们，他请咱们吃饭了，走了，走。哎呦呵，还真在爷面前摆起阔来了。你以为这城里就你有钱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把你酒店里好吃好喝的都给我拿出来，让我的兄弟们吃饱喝足，知道吗？好酒好菜倒是有，本酒楼的规矩可不跟外边的小面馆一样，先看一下口袋里的银子够不够，别吃完饭不够付钱的。哎，我说你眼睛是不是瞎了？我小弟这身打扮像是那种吃了饭不给钱的人吗？这可不好说，我们这酒楼开了那么多年，见的人也多了，这装模作样过来骗吃骗喝的，可不是没有。田老板，你看够不够？哎呀，够了。小二，来上菜。好嘞，好嘞。陈老板，听说你长期施舍肉包子给穷人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让他们跪下来喊你一声爹。我是生意人，又不是这些穷人的爹娘，我每天给他们包子吃，救他们的性命，难道不是他们的再生爹娘？龙小弟，这种人别跟他讲道理，直接比谁钱多最有效。老大说的对，钱老板，那我就跟你比一比谁的钱多。要是你的钱没我多，不管你以后行不行善，若是要行善，就不能提任何条件，也不能以欺负穷人为乐。我不止这一家酒楼，这城里所有的酒楼还有珠宝行都是我们钱家的产业。头头，田老板，你说京城的珠宝店都是你们家开的，那这帽子上的珠子，你可认得吗？啊，南海夜明珠，只有紫禁城里才有。哼，难不成你们是宫里的？钱老板，你还跟我比钱多吗？小人不敢。钱老板，一个人可以有钱有势，却不能无良无德，更不能无法无天。对，就算你有万贯的家财，也可能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。是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小人日后日日行善，再不敢欺负穷人了。好，替我老大好好照顾这帮兄弟们，下去吧。是。谢谢你啊，龙小弟，没想到一出来竟遇上这些恼人之事。那现在摆完阔了，等会儿请你的兄弟们吃完饭，
可以跟我回去了吧？不行，我还想再玩几天。